大家好，今日係5月23號，咁我哋咧就啱啱咧就將我哋嘅呢個信件咧就交咗俾澳門行政長官，咁啊希望咧佢可以係去參考我哋嘅3點建議。咁啊第一點咧就係因為而家咧澳門咧呢個好多市民啊都係生活一個水深火熱啊，好困難。咁啊希望咧呢個現金分享咧1萬蚊可以維持不變，係啦。咁第二點咧就係而家咧澳門個經濟咧係面臨一個好大嘅衝擊啊。咁啊，尤其是咧呢個結構性失業咧，導致好多嘅中年人咧係失業冇嘢做。咁希望政府咧可以係刺激呢個經濟，同埋咧將外勞咧有接近而家邁向緊21萬以上咧，可以係削減大量嘅外勞，咁啊保障本地人就業，咁啊先我哋嘅青年人、中年人先有希望。咁啊第3點咧，我哋睇到咧而家好多澳門弱勢社群咧就冇屋住啊，咁啊食又冇得食，住又冇得住。咁啊，物價又高，咁啊，所以咧，希望政府咧可以關懷澳門嘅弱勢社群，起碼喺住嗰方面啊，可以開通一個嘅綠色通道，可以幫助到呢個嘅弱勢社群咧可以上樓，咁啊解決日常嘅生活嘅情況，有安逸茶飯，咁啊希望政府咧可以幫我哋解決呢個問題，唔該晒。你喺澳門身邊都有需要幫助嘅人，喺下面留言，我黃德來經常會全力支援。記得點讚關注哦。